呢個上半順利，當然順利帶出2車希頓，3車應該有起。而家出條路前面就湯兒，跟住個希人後邊個起，話希頓湯兒車尾啊，一個車位佢嚟飆到埋去啦。話後邊幾隻彎後個起，之後就個哇！靚啊！呢個後個好靚啊！後邊車尾啊！一下依家嚟喎好，慢慢嚟小心啊！後邊車到啦，頭車係㗎，粉藍色白色車嘅二車係㗎，紅白色車 BMC 啊，BMC 嚟㗎，3車係個黃色車黑尾翼嚟啊你，咁啊黃色車係3車嚟嘅，見到佢樣一樣㗎。係啊，白色車紅尾，白色車樣係嗰架，唔該晒 ，thank you，唔該晒。係啊，自己一樣埋後面啦，唔該二仔 ，thank you 啊。哇，當年頭車嚟嘅，白色頭車，見到埋埋嘅，跟住架白色黃尾翼嘅二車嚟嘅，黃車黑尾翼嘅3車，見到佢樣㗎。唔該錢，唔該晒，車下錢嚟。我上次都分析上嘅名字就當年啊蘇後尾，而家嚟3車㗎。話上咗2分鐘唔切湯圓希頓Alex係咪？咁啊頭車湯圓啊，而家先落頭啦，淺藍色白色白都啱啱個車打線到就麻煩一樣啦。2車係希頓嗰個加白色紅尾翼 KFC 巴，而家收翻頭前面。3車Alex就係個黃色車黑尾，4車後尾見到炒白色白都巴。當然啦，就中國車打先，2車而家出到3車Alex就2車翻佢嚟。頭車係咪湯圓藍色白高車花？2車係希頓啊，白色車紅色尾嘅 BSC 車花。Alex 上呢邊車已經黃色車黑尾上車。咁啊，2車翻後面就係希頓3車，尾4車啊，橙白色白都好翻嚟嘅，而家個車打先，唔使2車，頭車而家啱啱有個2、3車而家出到。2車Alex就黃車紅黑色尾翼，而家去啱啱前面就咪出咗白色車後面2車個麻煩，有呢個2車麻煩3車嚟嘅，唔該你。係啊 ，Alex 同希頓係同邊嚟嘅？1、2、3，哎呀，過2啊，繼續派Alex 2車3車希頓嘅。而家頭車開始翻呢3車啦，時有4分鐘，頭車係Tommy淺藍白色，2車係Alex。黃色車黑色尾翼車打條，3車係個白色車紅尾嘅 KFC。你話2、3車啱啱2個喺度咁啊，咁而家頭車去翻呢2、3車啦。3車咗2車，1車翻入去嚟，後邊頭車又到，仲有大概3分半鐘。希頓有少少意外，啲頭車過咗，咁白色係頭車嚟嘅，我就麻煩緊㗎啦，唔該晒。唔該晒。好頭車係繼續Tommy嚟嘅，淺藍白色。而家去咗下個預備翻呢2車係Alex就黃色車黑尾，仲有最後3分鐘。
三車人白色車紅色地嘅先啦，哎呀搞掂埋咗。六車先嘅攞晒，咪又追翻架三車啦。俾緊四車嘅，俾而家喺周北樓前面，即係中小心，就呢個清楚。好啦，白色車後面係三車嚟喎。小心啊！二車係三車右追咁樣佢啊，白色車後面頭車到啦，埋呢個白色車唔該你。二三車啊，繼續喺度爭緊。黃車後面二車三車係白車紅嘅車先啦。頭車啱啱出嚟到，四車啊，俾嘅啱啱過升搞笑。你人過咗啊，唔使應該留意翻條路上邊啊。人即係揸出翻嚟四車打底，我拉佢嚟。咁三車係個黃色車後面搞我陳總啦，四車小心，陳總加就點咯？睇下出馬邊算啦，出馬邊算啦。好啦，最後分半鐘至係 Tommy R04嚟打比。頭車嘅就 Tommy 啦，前白頭綠花就快速跟住二車係R04就黃色車黑尾，三車係希倫。白車紅尾 BMC 巴，最尾二車都係兩車彎嘅距離啫，仲有1分鐘，最後1分鐘要追。白色車後面三車到讓啦，黃色車係二車嚟嘅，哎呀，咁二車R04好多啦，有啲佢啦，最後30秒，最後30秒，人次有Tommy希倫R04。而家嚟就追緊啦呢度啦，仲有最後20秒。你得啦，你加時啦，你三車到啦，頭先嗰度，我講埋，有啲個R04上翻去啦，R04先係咁啦，有最後10秒唔夠，最後10秒唔夠啊，繼續係，打士。